问公主病的台语，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美秀这边是尿胶，哦，是安怎咧？你也看你这个人，哎哟，这尿胶，迄个看一个人就歹思考啦。啊，像我这边是晒太边，晒太，因为台语就讲啊嘛，晒咱捌太啊，听过，咱捌听过。任性，哦卡袂着就晒太啊，这我袂，迄袂用的，爱拢爱照我讲的。尿胶我听过，因为有迄傲娇嘛，嘿嘿啊，所以可能甲这有较淡薄仔同款的意思安尼。哦，足骄傲的啊，啊，做安尼娇气的啊，嘿公主啊系啊，别玩，别玩，我感觉这字唔是足久以前就有的，而且白听起来较严重。是白人的时阵，你有一个晒太病，晒太白啊，你有晒太病啊？因为咱遮讲公主病，可能较偏向查某囡仔啦，吼。啊，有可能你会感觉想要选迄个尿胶，还是爱胶？爱胶就较大人气啦，吼。啊，毋过咱即个晒太，因为两种拢会当用，包括你晒性地啦，还是讲即个人歹款待啦，咱拢会当去讲，伊即款个性，就是一般来讲男女拢会当用到，吼啊。